空雷风台扫过台北市有几千丛的路树倒去，顶礼拜五正常上班上课，交通嘛大拍结咯，后面种真怨叹。嘛团讲有一个义消伫咧处理路树去挂着，外界嘛质疑讲奈何义消去处理咧？消防局冇解释。我们需要把木头截断截小一点，截小一点之后，便于清洁人员或者其他的这个工程单位，他做后部的清理。所以这个部分来讲也没有涉及什么专业，其实当天就是这个义消的人员他很热心我们也说协助我们把一些的这个环境等等来做清理。我们一定都会确保所有第一线执行工作人员他们的安全，那也一定会依照相关的专业来分工。基本上我们就是全力的投入相关的救灾复原的工作。所以也非常感谢相关单位大家同心协力。台北市政府统计到今仔早起8点，有4467件灾情的通报，大部分拢是路树倒去、空放落去有97%拢已经处理好势咯。嘛望讲会当伫2天内来恢复使用。